一個喺客廳又搞過嗰種咧。但係唔係喎，又睇過，原來佢推出咗4張唱片，2部電影，仲4個廣告代言人喎。好勁啊！綽號係大馬才子，有請張祖成。主持人好，評判老師好，你好，Band 隊老師好，香港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馬來西亞嘅張祖成。張祖成，我見佢嘅資料上面，佢有一個我覺得好驚訝嘅資歷係，佢曾經去參加一個24小時 non-stop 嘅鋼琴比賽。係一個 set 入去一個叫做大馬紀錄大全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嘅一個，所以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鋼琴，所以就一直以嚟咧都好希望可以同鋼琴即係一齊做一件好特別嘅事，所以就揾咗架琴陪我一齊彈咗24個鐘。24個鐘，因為24個鐘一路不停彈到，係有歌喺上面。24個鐘頭咧？唔係啊，係一共嗰日計咗咧，一共彈咗360幾首歌。哇！咁我有問題咯，睇嗰24個小時，你係吊住鹽水插住尿管，邊度都去唔到咁樣，一直彈啊？嘢又唔食咁樣喎。係咯。唔係啊，其實因為佢哋都有俾我哋休息㗎，但係就選擇少食咯，即係盡量唔好食嘢咯，水都飲少啲咯。唔怪之 keep 到個身形咁靚啦，真係。咁啊，除咗參加呢啲即係度彈琴比賽之外，仲有啲咩嘅比賽係好特別嘅？即係喺馬來西亞，我覺得有好多好得意嘅比賽咁啊，好似。之前參加過一個叫做 Malaysian Idol， 即係Malaysian Idol 2004年嘅就攞到咗季軍。哇！即係等於 American Idol 嘅馬來西亞版㗎咯喎。係啦。哇！即係參賽嘅經歷好豐富啦。咁今日你要揀我哋邊一位星光家族嘅參賽者同你一齊 PK 咧？其實今日心情有啲矛盾，因為我好想揀佢，亦都好唔想揀佢㗎。因為佢就係你哋嘅冠軍王羅力威。我會揀羅力威，好明顯我哋張祖成對自己都好有信心喎。OK 咯，你好，主持好，評判好，你好。哇，有 echo 添啊！一個對住咧一個得到20幾次比賽嘅冠軍，又有啲24小時彈琴破紀錄嘅，咁啊跟住又有 Malaysia Idol， 咁啊仲要攞埋獎嘅。我哋冠軍王對住呢位嘅選手，最大嘅壓力係嚟自佢嘅身高啊，因為真係聽到佢啲戰績彪炳啊！聽到佢咁多戰績已經冇壓力啦。嚇，冇壓力？已經係咁，我係做好自己就得咯。因為 OK， 多謝你哋。喂，咁我想問下啦，其實咧，阿祖成喺馬來西亞，譬如嗰啲支持者係咪都係好似香港嗰啲咁瘋狂啊？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咧，即係若是點講啊？我一下子忘了，一下子不知道要怎麼說。你說國語，我幫你翻譯。沒關係，其實我覺得就是說最重要就是我們把歌唱好，然後歌迷自然就會喜歡我們的歌，這樣子。呢個態度係好嘅。羅力威，你準備好啦嘛？哦，準備好啦。我哋加油啊！就先禮後兵，好啦，打咗招呼，跟住開始戰鬥咯喎。張祖成要唱嘅歌係蘇芮嘅一首經典。